感谢上帝，互咱的教会有遮侪小朋友，通伫这礼拜3天半的时间，通来参与这个夏令营，也有侪的助理的老师、青少年的同工，会当做伙导入。拄无师嘛有特别介绍，嘛有侪兄弟姊妹斗主者，更较重要的嘛有咱所有富强教会兄弟姊妹的关心以及带导，互咱的营队会当来顺利来进行。其实拄无师有介绍到遮的老师，也是遮提摩太的学生囡仔，因开了足侪的时间伫准备。特别我要和大家来分享，特别遮的青少年，因暑假，因有一个人，因暑假爱去学校上课，爱去补习，但是因讲因要来参加这个活塞，因甘愿早起7点半就来，下晡5点结束，随搁去补习，逐工就安尼做。嘛有青少年讲，我爱去学校报到要安怎？我讲袂要紧，报到了，伊讲袂要紧，我报到了，我随搁来。嘛有青少年，嘛有社青。伊连续2礼拜，顶礼拜阮带提摩太去口味教会服侍，嘛有社青为台北、为新竹，用伊家己原本会当休假的假期请假，为着就是要转来服侍。我想，遮的青少年，也是遮的社青，也是遮的主理的老师，互人看见咱的教会，互人有一个真好的一个态度。有真好的一个模范，因愿意付出伫遮的囡仔的身上，愿意付出因的时间伫这个营队，嘛，互咱看见真正有侪囡仔来到伫咱的当中，这是真个真好，咱嘛做伙来学习的态度。我想参与每一款无共款的服侍，也是无共款的聚会，这是咱正做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责任。特别今仔个是主日，咱搁3甲组织伫遮礼拜，逐礼拜的主日，毋知对于咱来讲，敢会已经认为，这个主日礼拜就是逐礼拜一定爱做的代志。到底逐礼拜来做主日礼拜，到底我是来遮做啥物礼拜？我来遮到底是来做啥物的？所以今仔要透过以赛亚书第6章的这个经文，咱嘛搁一摆来思考，也搁一摆来学习。逐礼拜咱拢来做礼拜，也是逐礼拜咱来参加无共款的聚会。我伫遮个礼拜的听书内面，我伫参与无共款的服侍、无共款的聚会，我有啥物款的看见？上帝要透过这无共款的聚会、无共款礼拜，要对我讲啥物款的话？愿上帝伫今早起时来赏赐伊的奇妙、赏赐的话语伫咱的心中，互咱通做伙来领受伊要对咱来所讲的话。伫咱开始分享进前。咱搁做伙来做一个祈祷，请爱上帝，阮向你献上阮满心的感谢，感谢你搁一摆引带保护，互阮通来到伫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。主啊，求你伫即时，互阮的心通来听到你的话，互阮的目睭也来看见主你的奇妙。求主来帮助，互阮透过你圣经的话语，搁一摆来明白。主，你要对阮所讲的话，愿主来祝福听你话语的时间，也甲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弟弟，愿你献上阮同心合意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毋知大家逐礼拜日早起时的时阵，你敢有带着一个非常期待、热切的心，讲我要来教会啊？有。真大声有，吼！今仔早起是大家拢真期待，讲哇，今礼拜日啦，会当来做礼拜，会当来亲近上帝。但是咱敢有认真来思考，逐礼拜拢来做礼拜，咱伫礼拜内面，咱拢在做啥物代志？咱拄仔头前，咱有听见咱的小朋友伫遮献诗，搁较头前，咱的师会带咱来祈祷、读圣经，咱读启应文，咱搁较头前，咱有做伙敬拜而乐。但是伫咱礼拜时，看起来听书拢差不多，看起来听书拢无特别上较大的改变。但是伫咱做礼拜的时阵，咱拢在做啥物款的代志？咱拢伫这内面学习到啥物？每一个主日礼拜，咱到底是在做啥物？所以今日来用这个经文做伙来分享。咱所读的经文，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伫伊迄个年代，
伊拄着真大的困顿、真大的困难，因为伊的国家已经要渐渐要行往一个结束的时刻，所以伊的生活、伊现实的生活拄着一个真大的困难甲挑战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伊拄着上帝，上帝伊显现，互伊看见上帝的奇妙，互伊看见上帝的作为。伫迄个内面，以赛亚感受到上帝真实临在伫的生命。上帝出现的时阵，改变伊生命的看法。当上帝甲伊讲，想要为我去的时，以赛亚讲：我肯，上帝，你就找我去吧。当以赛亚原本伊要条件上帝进前，伊可能带着一个困苦、带着一个困难的心情。但是当伊搁一摆拄着上帝的同在，看见着上帝阳光的时，伊发现伊的生命会当有无共款的一个回应。所以，咱发现。含上帝三千军，透过每一届的聚会，每一届的礼拜，拢是帮助咱每一个人，会当来更新改变咱的心思意念。所以，咱要开始来看这段的经文进前，咱嘛搁一届来想，为什么咱要来做礼拜？为什么咱要来做礼拜？顶个月我咧分享，为什么我来做礼拜？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就叫我爱来做礼拜，所以逐礼拜日我就爱看我的圣经、看我的圣诗来做礼拜。台下顶的牧师在讲啥，我其实嘛听无啥有。礼拜天数到底在做啥，我嘛唔知。人徛我就做伙徛，要坐落来我就做伙坐落来，要奉献我就摕钱出来奉献。所以到底做礼拜到底是咧为着啥物？咱为什么要来食？为什么逐礼拜拢爱来做礼拜？第一个，咱先来做伙来思考、来分享的是，做礼拜是对上帝伊亲自的邀请。咱为啥要来做礼拜？是因为这是上帝伊亲自的邀请。伫出埃及记，当摩西去见法老的时阵，上帝甲摩西讲：“你去甲法老讲，你若是阁无爱互我的百姓离开，我就要降灾厄伫遮。”但是伫讲这个进前，上帝甲摩西讲：“你去对迄个法老讲，互我的百姓离开，互因通伫旷野来服侍我。”上帝透过摩西讲话，讲，互我的百姓离开埃及，互因通到伫旷野来侍奉我，来服侍我。伫出埃及记第7章，摩西去见法老，然后伊讲，互因爱伫旷野来侍奉上帝。伫旷野服侍，也是讲侍奉，原本的意思就是讲，爱互遮的百姓伫旷野。离开原本的所在，离开迄个因受压迫迄个埃及的所在，出来敬拜上帝，分别出来，来到上帝面前来聚会、来聚集、来伊敬拜。所以咱看见第一为啥咱礼拜，其实是上帝邀请咱的。上帝讲，互咱离开咱原本的生活，互咱离开咱原本可能感觉困难、困苦的代志，暂时分别一寡的时间，早起的时间，上帝邀请咱。来到这个所在，来敬拜伊，来这个所在，含伊三角会当有亲近的时刻。咱可能会想，伫旧约的时阵，特别咱看出埃及记，上帝为啥会规定较侪做礼拜的方式？为什么爱献祭的时阵爱较侪规定？伫旧约的时阵，是上帝亲自讲爱应该爱安怎做，百姓就安尼照做。为什么？上帝因为上帝安尼规定，是因为伫搁较早进前，无即款共同的一个标准。伫上帝颁布这的命令如何进前，无一个共同的一个标准。所以，上帝为着要互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，入去到伫迦南地，莫互其他的宗教、其他的信仰影响。所以，上帝透过摩西甲因讲。来到旷野来敬拜我，也颁布侪的律法、侪敬拜的仪式的方法，或者以色列百姓通知安怎叫做敬拜上帝。当然，咱看咱即摆礼拜的模式、礼拜的遮的礼仪，含咱看出埃及记内面所写的，应该是无啥共款啊。但是伫旧约的时阵，上帝非常清楚邀请遮的百姓出来，离开。埃及地离开迄个原本惯习的所在，分别出来，为着就是要来敬拜伊。第二，为什么咱要来做礼拜？是因为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，
为啥咱会做礼拜？因为上帝奇妙的作为，主耶稣讲，恁应该安尼做来纪念我。当然，这是耶稣伫对伊的门徒最后做伙聚集的时阵，圣餐的时阵，耶稣对因安尼讲的。但是耶稣讲，当安尼聚集的时阵，当人做伙直接做伙聚集、做伙礼拜聚会的时阵，嘛是爱为着来纪念伊。纪念啥物？纪念耶稣基督为咱牺牲，这个福音的好的消息。咱会当伫主日礼拜，为什么伫主日礼拜？就是搁一个庆祝主耶稣基督过活的日子，因为耶稣基督赢过咱的罪，赢过死亡的权势，互咱会当享受到伫伊的恩典的福分内面。所以为什么咱会做礼拜？第二个是因为上帝奇妙的作为，透过耶稣基督伊的死，透过伊的过活，互咱通伫遮欢喜做伙庆祝。伫这个礼拜内面，做伙来欢喜娱乐咱的上帝。所以，既然这是一个福音的好消息，大家来做礼拜，咱嘛爱听见福音的好消息。什么是福音的好消息？路加福音第4章18到19节嘛安尼讲，主的圣神伫我的身上，因为伊甲我高我，叫我传福音，互散食的人。找我去报告，互受掠得到透放，青迷会得到看见，受压制得到自由。这是福音的好消息。为什么咱来做礼拜？咱来听见一个福音的好消息，咱来听见一个受透放、青迷得到看见的好消息，互咱搁一摆看见上帝的奇妙的作为。第三个，为什么咱要来做礼拜？因为这是咱和上帝、和咱每一个人。两边的关系，这是咱个人和上帝两边会当结连重要的关系。马太福音第18章18章20节，耶稣安尼讲：因为无论伫倒落，有2、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伫遐就有我伫因的中间。耶稣讲，无论伫什么所在。只有2个、3个奉我的名聚会，耶稣讲，我就伫因的当中，甲因三角地地。所以大家来做礼拜，大家咱会当参与聚会，这是一种咱个人和上帝一个非常重要、亲密建立关系的机会。伫我所书第1章29节，经文安尼讲，教会就是伊的身躯。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嘛讲，身躯有一个，但是机体有多个。教会亲像是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但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也亲像伫这个身躯内面的每一个机体，伫遮互咱和咱的上帝有建立关系连结的机会。所以大概咱来参加礼拜。咱大概参与无共款的聚会来敬拜，拢是一个对上帝、对到咱个人，也是咱人每一个人个人和边仔的兄弟姊妹会当结连建立关系的机会。搁较重要，拄仔读的经文讲，只要有两个、3个，奉我的名聚会，奉我的名组织的，我耶稣基督讲，就甲恁三角地地。所以大家来聚会，毋但是咱和上帝建立关系，嘛和咱边仔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每一个伫教会内面集体咱做伙建立关系。所以毋但是上帝和咱的关系，也是咱每一个人和咱身躯边兄弟姊妹建立关系上重要的一个重点。所以，互咱有一个概念，嘛做伙来学习，为什么我要来做礼拜？为什么做礼拜对我来讲遐尔重要？参与聚会为什么遐尔重要？为什么每一个敬拜遐尔重要？第一个，因为这是上帝亲自邀请咱来；第二个，因为互咱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；第三个，因为互咱会当建立和上帝更较亲密关系，也和咱边的兄弟姊妹会当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。所以，互咱学习一项代志，每一个礼拜。
每一届的聚会，每一届的敬拜，拢是爱对上帝开始。每一届的礼拜，每一届的聚会，每一届的服侍也好，拢是爱为上帝开始，毋是为人开始。毋是讲因为我今仔日带好，我有闲，今仔我无困过头，今仔我有需要，今仔我就介意这个富强教会的空间，我就介意这个音乐，我就介意听某一个牧师的讲道，所以我今仔来参与礼拜。大概礼拜的中心应该是对上帝开始。毋是对我开始，毋是对人的需要开始。所以非常出名的宗教的解决者马丁路德嘛讲，伫敬拜内面，伫咱每一届聚会礼拜内面所爱做的，就是互咱的上主伊家己透过伊家己圣经的话语来对咱讲话，咱用咱的祈祷，用咱的学乐。来回应伊。每一届的礼拜，每一届的聚会，上帝主动用上帝做中心，伊的话，伊的大能来充满伫咱。然后，咱用咱的敬拜，用咱的学乐，用咱的祈祷，来成做是咱伫礼拜中的回应。所以，咱会当安尼讲，礼拜就是一场用上帝的话。做中心的一场聚会，大概的主日礼拜，也是每一届有聚会的时阵，拢是用上帝的话语做中心。无论是咱的小组的聚会、主日的礼拜，也是任何团契的聚会，嘛爱记得，拢是用上帝的话做中心来做开始。既然讲到用上帝的话做开始。用上帝的话当作是每一个聚会的中心，那安尼，咱要做伙来学习来分享。伫做礼拜，到底伫做啥物？遮济的天数，遮济无共款的礼仪，到底是伫做啥物？到底伫这内面，对会当看见上帝伫对我讲话，对会当看见上帝奇妙的大能呢？咱若看咱的周报，咱会发现，咱的周报的封面一定会将咱的天数写了非常的清楚。但是伫每一个天数，阁有分3个段落。第一个叫做静候上帝的话，有宣调，有咱的敬拜学乐，有咱的启应文，有咱的祈祷。第二，咱若看周报第2节叫做享受上帝的话，内面就包含爱读圣经。有圣歌队，也是有诗班，今仔是主日学夏令营的囡仔，带咱来听见，用因的歌声来赞美。然后咱有上帝话语讲道，然后祈祷回应。最后咱看周报最后一项，就是应答上帝的话，内面就是有回应的诗歌，咱的公道，咱的奉献，咱的报告，互相关心咱的兄弟姊妹，然后祝福受差遣。转到咱家己个人的所在，所以当咱看咱的周报，看咱每一个礼拜的天数，咱就会发现，哇，真实拢是用上帝的话做中心。所以第一下，咱来学习，咱来看，咱礼拜咧做啥物？第一项，礼拜上头前，咱拢咧听候，静静咧听候上帝的话。咱搁一较来看以赛亚书的经文，第6章安尼讲。先知以赛亚，伊看见上帝坐伫真悬的宝座顶，然后伊看见上帝充满伫这个圣殿，然后伊看见上帝的使者伫迄个所在大声敬拜，学了上帝讲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的统帅，伊的荣耀充满全地。为这个经文，咱看见。上帝话充满伫地，上帝伊伫伊的宝座顶面，就亲像上帝的临在，咱做伙聚集，咱做伙伫开始的时阵来敬拜。咱嘛看见这个上帝的使者，就亲像咱一开始有敬拜而乐，咱有祈祷会，咱有圣诗，咱有启应的方式，伫会来敬拜，来而乐咱的上帝。所以咱看见，这个经文就三亲像是咱礼拜的天数，三亲像是咱礼拜的过程一样。
虽然看见以赛亚先知伊所拄着也三亲像，伊一开始看见上帝的同在，伊伫遐听候，看见上帝的阳光，然后伊看见使者，上帝的使者伫遐大声敬拜，大声讹了圣哉圣哉，而且伊嘛讲彼此呼应，亲像咱伫读启应文共款。然后，互咱学习一项代志，第一项，伫安静听候上帝这个阶段。咱会当来安怎看见上帝的话语呢？第一项，咱的学务书嘛不断地甲咱提醒，就是爱提早准备心，就是互咱提早准备心来到伫礼拜堂，准备心听候上帝的同在，听候上帝充满伫咱的中间。第二项嘛，互咱学习会当伫这个所在较无上帝的同在。互咱会当较无上帝的同在，较无上帝伫今日要对我来讲话，较无上帝今日有新的奇妙的事要伫我的生命来彰显。咱看见以赛亚，伊原本是伫一个困苦、伫一个困难内面，但是当伊看见较无上帝的时阵，上帝互伊看见伊的阳光，互伊看见有一个会当改变的机会。然后非常重要的，伫这个第一个部分，在听候上帝话语的时，咱嘛爱。同心敬拜讹了咱的上帝，所以一开始咱会做伙敬拜讹了。有时咱的头前带领的会邀请大家做伙举起手，咱举起咱的手来敬拜咱的上帝，大声来祈祷，无论是感谢，也是认罪，也是呼求，咱都嘛爱做伙来祈祷，做伙来回应。不只是咱用咱的歌声，用咱的祈祷，拄仔嘛有讲到，咱嘛用启应文。为什么要用启应文？亲像咱拄仔所读的圣经，这个使者一个读，一个回应，一个读，一个回应。亲像我听到上帝话，然后我回应这份的恩典。读的人，互听的人听到，这个听的佫继续回应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大能。听的人佫继续讲，这也是咱每一届读启应文非常重要的意义。互咱做伙同心，伫遮回应上帝的话，伫遮做伙同心来敬拜讹了咱的上帝。所以，咱来做礼拜咧做啥物？第一项，第一个部分，互咱安静听候上帝，互咱伫这个所在准备一个健康、较无的心来听候上帝的话语，听候上帝的作为彰显伫我的生命内面。所以，搁一摆，咱来。思考第一个，爱提早准备心；第二个，较无上帝的同在；第三个，互咱做伙欢喜同心来讹了咱的上帝。诗篇第100篇第40的诗人安尼讲，要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讹了入伊的院，爱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。所以，互咱带着一个感谢讹了较无的心，听候上帝的作为，也拍开咱的心来。看见上帝今仔要做的代志。第二个部分，咱看到咱的周报，看咱礼拜天书。第二个就是领受上帝的话语。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，以赛亚讲：我听到主讲，我会使差遣送去，送会当来替我传话，会当传播这个好消息呢。咱看见当以赛亚听到这上帝的信息的时，我听到主讲，就三亲像咱伫主日礼拜，咱即马伫做伙读圣经，咱做伙读圣经，咱做伙即马伫听主的道理共款。我听见主的话，然后上帝讲，送会当替阮来传话咧。咱每一届讲到了，拢会有一个回应的祈祷，拢有一个。做伙来，互咱搁一届来想上帝话语的时刻。这就是咱礼拜定数内面非常重要的。当咱听到上帝的话，上帝讲我听到主的话，当咱听讲我听到主的话的时阵，咱嘛常时爱思考：是啊，主，你伫这个话语当中，你爱我做啥物？主啊，我伫你的话语内面，你呼召我要为你做啥物？所以伫咱礼拜听数，咱伫做啥物？第二个部分，当咱恭敬领受上帝话语，嘛有三个咱会当做伙来思考。第一个，咱的内心爱柔软，咱的内心爱柔软，
爱流软来领受上帝的话，来流软来领受上帝特别的作为。第二个，咱嘛爱非常注心看见上帝的应允，伫伊今仔日的圣经节，伫今仔日的所有圣经的话语人当中，对有上帝的应允，对一个是上帝要对我讲的，然后咱领受到新的亮光，然后咱领受到新的祝福，真做是咱生命中的帮助。所以，当咱到伫咱礼拜听书第二个部分，领受上帝话语的时阵，互咱做伙来学习，互咱流软咱的心。虽然有时阵，可能你伫听讲道的时候，也是伫读圣经，可能想过啊，这个圣经我读过真侪摆啊，这个故事我可能对主日学就开始听。但是牧师鼓励大家，将每一摆的讲道，每一摆上帝的话语，咱拢当作是第一摆听。拢当作是一个新的启示，拢当作是一个新的亮光，互上帝话真实来充满咱，互上帝话真实来帮助咱，互咱看见上帝的应允。所以伫诗篇119篇的诗人嘛安尼讲：我要不断来想上帝你的教示，看重你的道路。我要因为有你的律法、你的教导来成做我生命的喜乐。我袂记记你的话，因为你用你的恩典来告我，互我有活命，我着遵守你的话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见你的律法，看见你的话语当中的奇妙。所以，当咱每一届伫领受上帝的话语，逐届咧读圣经的时阵，互咱注心伫上帝的应允，互咱看见有一个新的亮光，嘛，互咱的心流软落来，来领受新的恩典。第三部分，也是咱每一届礼拜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，就是应答上帝的话，就是应答上帝的话。咱继续看以赛亚书第6章的这段的经文第8节。当上帝问讲谁要去的时阵，谁愿意去的时阵，以赛亚就回应讲：我肯，我愿意去，请差遣我。所以上帝就差遣以赛亚去甲以色列的百姓讲话。当以赛亚讲我愿意，请差遣我的时阵，也三亲像咱礼拜听书内面讲道煞会回应的诗歌，也三亲像咱。大概这个回应诗歌了后爱奉献的时刻，咱知奉献毋是只有奉献钱尔。当以赛亚讲我肯的时阵，伊绝对毋是讲我肯奉献我的钱尔，伊讲的嘛是讲我肯奉献我的性命，奉献我的全人。然后上帝就甲讲，你爱去报告这个好消息，你爱去分享这个好消息，爱彼此去关心。然后受上帝祝福，受上帝差遣，然后出去。所以，当咱礼拜的第三个阶段，当咱到伫应答上帝话的时阵，这个听书，互咱会当学习，互咱学习做伙来回应上帝恩典。咱透过奉献，透过回应的诗歌，互咱来回应上帝恩典。更较重要，拄仔讲，嘛毋若是奉献金钱尔，更较重要，咱嘛学习对上帝讲，上帝，我的心，我的人嘛要互你来使用，我嘛愿意奉献出来。然后，恁这个部分，咱嘛会有报告的时间，互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互相关怀，也了解咱的教会的目标，了解教会的异象。然后最后，牧师会来祝福，会来差遣，互咱的兄弟姊妹带着新的愿望、新的亮光，转到伫家己的所在。所以，当咱来看。哇！其实咱礼拜听书，对一开始到伫结束，其实拢充满着上帝的话，拢充满着上帝奇妙的亮光伫这场的礼拜内面。所以当咱后礼拜搁一摆来做礼拜的时阵，互咱搁一摆来想，伫这个听书，上帝要对我讲啥？伫这个听书，上帝的话语敢有互我得到新的感动？愿咱每一人伫主日礼拜的时阵，嘛会当亲像以赛亚讲：上帝，主啊，我会当为你做啥物？
互咱嘛学习将即款的敬虔，即种对上帝热情的态度，礼拜的模式，带靠伫咱的生活内面。毋是只有伫主日礼拜的时阵才有上帝的话，毋是只有主日礼拜的时阵才看伫上帝奇妙作为，是将即款敬拜的模式、礼拜的即种模式带到伫咱家己原本的生活。咱的生活就是一场的敬拜，咱的生活就是一场的礼拜。所以最后，无想大家分享，确实，咱的礼拜是透过侪无共款的仪式。透过侪无共款的礼仪，来成做一个和上帝建立关系的一个盛会。但是参加一场礼拜，参加一场的聚会，拢是咱对上帝的使命的回应，拢是咱家己对上帝的回应，互咱将上帝放伫咱礼拜的开始。也将上帝放伫咱礼拜的中心。当咱清楚来明白每一个礼拜的天数，当咱非常清楚咱咧做礼拜是咧做啥物的时，安尼嘛搁较互咱会当借着每一个礼拜的天数，互咱通知上帝的同在，互咱搁较会当了解上帝同在的美好。所以礼拜，大家来做礼拜，绝对毋是一个仪式，绝对嘛毋是将这个天数走了，就想讲礼拜结束啊，我会当转去厝啊。每一届的礼拜，每一届的聚会，每一届会当来敬拜上帝的机会，拢是咧讲一个故事，一个咱个人的性命和上帝三拄三亲像三亲近的故事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伫咱每一届做礼拜的时阵。当咱每一届三甲主集的时阵，拢互咱会当掠条，会当看清为虾米我今日参与这场礼拜。今仔日上帝要对我讲啥？做礼拜我到底在做啥物？愿上帝赐福咱，互咱的教会为每一个兄弟姊妹也真正看重，会当来参与聚会、参与礼拜时刻。愿上帝帮助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伫每一个主日的时阵，拢通来到教会做伙组织、做伙礼拜。阮知这是你的一个邀请，伫这个邀请内面，我看见你奇妙的作为。伫这内面也看见阮和你更较建立、更较亲密的关系，也和阮边仔四周的兄弟姊妹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。主啊，互阮伫每一届礼拜时阵，阮也看重这个时刻，互阮通知有主你的同在。这个礼拜是有主你的同在，互阮伫这个内面也看见主你要对阮所讲的话，看见主你要对阮的启示，帮助阮用新的眼光来看每一个礼拜的主日礼拜，用新的眼光来看阮所参与的每一场的聚会，帮助阮，也互阮。对每一场的礼拜，每一场的聚会，拢带着一个热切渴慕的心，互阮意爱来到你的面前，和你三亲近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这是咱要唱一条的回应诗歌，圣